歌羅西書第4章，做主人嘅，你哋愛公平合理來對待奴僕，愛弟，你哋在天堂也有一位主，你哋愛迫切祈禱，祈禱嘅時愛敬想，也愛存感謝嘅心，同時也常為我哋祈禱，求上帝為我哋開傳福音嘅門，來講論基督嘅奧秘。這就是我初感嘅原因，常為我祈禱，本我親經驗將這個奧秘講到清清楚楚。同唔係基督徒嘅人往來嘅時，你就要把握機會，好好用你哋嘅智慧，講話要常常和氣，常用鹽調味，要點樣辦回答每一個人所提出嘅問題。我在這位嘅一切情形，我哋親愛嘅兄弟推基古，我詳細老二哋講，佢係一個忠心嘅工人，同我共下做主嘅僕人。我特別派佢去你哋嘅位，報告我哋這位嘅情形，好本你哋得到鼓勵。同佢共下去嘅有一個忠心又親愛嘅兄弟阿尼西母，佢係你哋嘅位嘅人。佢兩啥會將這位一切嘅事老二哋講，同我共下初感嘅阿里塔古對你哋請安，巴拿巴嘅保羅提馬可也對你哋請安。關係馬可，我是吩咐，佢那係去你哋嘅位愛接待佢。偏命有使徒嘅耶穌也對你哋請安。猶太人嘅信徒當中，只有佢三傻為上帝嘅國老我同工，對我有親態嘅安慰，對你哋嘅未來嘅以巴弗向你哋請安。佢也係基督耶穌嘅僕人，佢常常為你哋迫切祈禱，求上帝本你哋信心堅定，做成熟嘅基督徒，完全順服佢嘅旨意。佢為你哋也為到老底嘉和希拉波利嘅兄弟姊妹辛苦做工，這係我做得證明嘅。我哋所親愛嘅路加醫生、老弟馬兩傻，也向你哋請安，請推我哋對老底嘉嘅兄弟姊妹、老能法，還有在其屋下嘅教會請安。你哋先讀這封信嘅後，請轉交本老底嘉教會先讀，同時你哋也愛讀對老底嘉教會轉本你哋嘅信嘅，愛老阿基布講。你所領受嘅服侍主嘅職務，一定愛盡力完成。我保羅親筆對你哋請安，你哋愛記得我係帶領所練嘅，願上帝賜恩典本你哋，